这是一种可能是教育社会的创新，就是可能大家传统看到教育系就会觉得说啊，毕业之后一定是当老师，不管是哪一个学习阶段，但是应该就是老师这个职业形象还蛮鲜明的。可是其实教育工作的实践在真正的现场有很多种类型，像我们的话像是教育非营利组织，那现在也有很多出来做教育社会企业或者出来做实验教育等等等等，其实都蛮多元的。那你自己好像等于是自己有点单枪匹马去闯吗？会有这种感觉吗？我觉得是耶，我觉得刚开始初期都是土法炼钢啦，都是比如说这次我想送物资，我就去联络海运公司，然后问他我们需要这些钱，那我们就去尽量募款凑到这些钱。那都是要做了2-3次以后，甚至遇到一些问题以后，才会知道说那我们其实可以去请教有哪些单位其实做得很好。台湾其实有很多公益组织在海外的工作都推展得非常非常厉害。